Hello，各位同學好，咁我叫何 Sir 啦。咁本身我喺呢一行已經有18年嘅經驗。咁除咗教授啲寵物美容啦，亦都會有幫一啲學生去做考牌啦，同埋都會教授一啲寵物嘅護理。上一次就介紹咗梳嘅工具啦，點樣運用啦，希望可以幫到同學啦。今次就會介紹剪手甲。剪手甲當中咧，我哋會有3個工具。第一個就係指甲鉗，第二個就係指甲銼，第三就係止血粉。啲3樣嘢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就會做呢個剪手甲嘅技巧俾大家同學睇啦。當我哋做剪手甲嘅時候咧，有幾樣要注意啦。第一，隻狗仔願唔願意？我相信唔係大部分嘅狗仔都會咁願意或者咁合作。其實屋企可以做一個基本嘅訓練，就係掂下啲手腳先。掂下手腳意思，掂下啲指甲等佢減少個抗拒感。我未必今日會去做剪甲，但我會掂下。其實當佢掂嘅時候，可能會聯想到要剪，好簡單，就俾少少零食啦。所以當每一次做剪甲嘅時候，我先至會俾一啲零食佢，慢慢減低佢一個抗拒感，或者舒緩佢唔開心或者緊張嘅情緒。我而家就會示範去點樣剪。未剪之前，我講少少指甲嘅原理。原來指甲係有血管嘅。當我哋剪到佢有血管嘅時候呢，其實我哋必須要用一個止血粉。止血粉用嘅用途其實就係幫佢止呢一個嘅血管嘅，就並非止一啲傷口。所以當我哋用指甲鉗嘅時候，就必須要有埋呢個止血粉。如果唔係隻狗仔流血嘅時候呢，基本上呢，你更加難去處理。未剪之前啦，我都會去幫佢哋按摩下啲指甲先。按摩指甲係有作用嘅，減低佢哋唔開心嘅情緒啦，或者比較緊張嘅情緒啦。直到佢定啦，我先至會去剪。用呢個指甲鉗啦，亦都要留意啦。首先要將呢個葉要推開，然之後手指同手指要將個指甲穩定咗，然之後先至剪少少呢個位置。其實一般情況你剪得少唔緊要嘅，因為其實你每日都可以做少少嘅修剪，或者每個星期啦。如果佢唔係太長的話，咁喺呢個位置一下。你發覺啦，剪完之後咧，如果有血嘅話，我哋就要幫佢做呢個止血；如果冇血管嘅話咧，我哋就會用呢個磨甲銼幫佢磨。同學們其實一路見我剪手甲嘅時候咧，我呢一隻手咧係穩定緊隻狗仔嘅。無論隻狗仔喐都好啦，我都盡量係穩定喺呢一度，減少咗隻狗仔硬開或者扭親嘅機會。